社区妈妈加萝卜糠菜包伫咧小饼内面，实在是有够香，吸引不少民众来排队。南区民地力发挥在地特色，做出创意料理辣地鸭饼。这个成品出来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试吃的够好，试做了好几次。那今天呢，很荣幸在这边为大家把这个建村的传统美食加以呈现一个创意的一个呈现。除了贯村创意美食，还有蚵仔粿、素食米糕等美食。南区国公所今年以好选新餐道、转转地方世界的7种方式为主题，深入探访在地饮食文化，延续过去以往的一些相关的计划，那以地方的在地美食做一个呈现，希望透过吃、透过玩来行销我们南区。大家对于社区的关心、参与社区活动的热忱之外，我相信我们都能够吃得很快乐。除了美食之外，还有社区在地展示。其中南区清安社区内有侪侪庙宇，因此特别请老师教社区民众展亮艺术，跟地方特色做结合。松安社区是一个旧居落啦，因为对那个庙宇的那些简联有一些兴趣，那就得改自贡一寡不一样的东西。另外，湾里文史协会推出走游湾里故事计划，透过人体大富翁游戏，让民众了解湾里在地乡土文化。这项计划，从金华社区、清安社区3项提案拢得到补助。透过每一档的成果展示，希望向民众传达社区营造的精神，同时实在在地文化。台南新闻新快采访报道。